中等同時計入月薪，咁但係到5月實施最低工資嗰陣，有機會出現混亂。聯合會表示收到唔少僱主嘅查詢，點樣計算月薪員工嘅最低工資？咁如果28蚊個鐘，我係全部月薪嘅，咁我唔識去計我幾多錢先至係最低工資個水平以上，我哋咪叫啲僱主佢哋去釐定咯。龐維仁表示，修訂僱傭合約要由勞資雙方共同商討，相信僱員唔會因為受壓而同意減飯鐘錢。無線電視記者汪明軒報導。馬尼拉人質事件第27日研訊，交俾林子豪講下重點。死因裁判官陳碧橋引導陪審團，佢話死因研訊41個證人，170件嘅呈堂證物，睇嚟好似好複雜。但係透過5個星期嘅研訊，就好似拼圖咁樣重組翻當時嘅情況。相信陪審員已經好了解事件。